好啦，男子4乘100米，冠軍呢就係韓國隊喎，南韓啊。係咁啊，第二名呢就係泰國，跟住呢就係中華台北第三嘅。咁啊，頒獎嘉賓除咗阿蒙生之外，仲有泰國代表團嘅嘉賓啦。中華台北攞第三名嘅成績係39秒86，咁就啱啱以0.1力我哋香港隊同埋馬來西亞。港隊同馬來西亞都係39秒96，咁啊個千分秒呢，港隊就比馬來西亞快3/1000秒，咁啊排第4。咁亞軍中華台北呢，就39秒83，韓國隊呢，就係冠軍啊！咁佢哋呢，第一棒做得好，因為佢哋第一棒起步反應時係最快嘅一隊啊，0.12。泰國隊係第二啊，中華台北就係第三，39秒86，泰國隊係39秒83，相差3%啫。係啦，泰國呢就盛產飛人啊，已經好多年噶啦。即係講翻好多年前呢，就有啲前輩講就孖仔啊嘛，而家應該可能都退休噶啦。嗰陣時就兩個呢喺亞運會呢都係好出色嘅表現嘅。咁佢哋亦都有一個強項就係接力啦。接力呢嗰陣時嗰個教練呢係識講廣東話嘅喎，即係廣東人，不過係泰國人喎。咁呢佢話呢，我哋接力係減3秒嘅，即係具體當然唔係用一個科學嚟計啦。即係譬如假設我哋香港隊係10秒4，咁啊3個人係41秒6啦，佢哋可以做到減3秒呢。如果我哋做到呢，就38秒6㗎啦。咁當然佢有佢嘅技術啦。好啦，冠軍韓國隊39秒75。恭喜晒中華台北、泰國同埋韓國啊！現場會奏起韓國嘅國歌。
completed. May we invite our guests, please join our medalists for a group photo.攞咗呢面金牌，見到韓國隊嘅運動員都開心啊！整幅 selfie 先。